Hi， 海恩。今日我請咗一位猛人嚟帶我哋行公園，了解愛國主義教育可以點樣做啊！嗰位猛人咧就係焦長期校長啦。我哋喺中小學語文課本上面見到嘅古詩詞，就係喺焦校長嘅推動下加入㗎。哦，焦校長，焦校長，好高興見到你。我今日帶埋阿胡老師一齊嚟，咁遊覽呢個公園。咁我哋知道焦校長寫咗一本《香港名勝形聯常識集》，唔係我個人寫嘅，而係一個團隊一齊做嘅，包括胡老師在內。咁我當時咧就負責咗一啲對聯嘅賞識功夫為主。校長啊，點解學習詩詞同對聯可以培養學生嘅家國情懷呢？以前老師同我哋講，學習古詩詞係一個非常之有效嘅方法。透過呢個對聯當中，讓學生感受到自己嘅責任所在，感受到自己未來努力嘅方向。呢個不是愛國主義教育乜嘢，係咪？呢個腰山樓入邊都有一對楹聯嘅，我哋又去睇下。阿胡老師不妨讀一讀對聯聽下。好啊，幽徑香埠人跡遠，清流翠影水亭下。老師真係讀得好有意味，由山水嘅名句而蘊藏一種禪味咧，好自然就想到王維嘅詩句啦。例如大家讀過嘅《鳥鳴澗》，人閒桂花落，夜靜春山空。月出驚山鳥，時鳴春澗中。我哋今日好高興邀請到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客座教授焦長期校長，為大家講解一下古詩文嘅價值。我哋領略咗古詩詞朗誦嘅獨特魅力，同時都深深感受到焦校長推廣古詩詞、形聯教育同培養青年師生嘅熱誠。受焦校長邀請，我哋繼續去到曾璧山崇蘭中學，深入了解古詩詞嘅教學係點樣同愛國主義教育相結合嘅。我特登揾咗當時赤鼻機嘅原貌嘅照片，令到佢哋更加有代入感之餘呢，亦都用呢個機會認識我哋祖國大好嘅河山。喺我平時嘅課堂入邊呢，我都經常要求學生用朗誦去展示佢哋所學嘅。正所謂讀書百遍，其義自見嘛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浩傑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浩傑。做得非常之好啦！我喺小息經過課室嘅時候呢，我都係直頭聽到學生呢係喺課室入邊朗誦上堂啱啱教完嘅古詩詞，咁我就知道佢哋對於古詩詞乃至古文嘅興趣呢係提升咗好多嘅。我哋嚟到英華書院嚟上胡詠儀老師嘅堂啦。我哋讀杜甫呢一首詩咧，一定要了解佢嘅時代背景喎，因為咧當時候面對緊嘅就係一個內憂外患嘅政局。咁作為一個人身處其中，我哋就會有嗰種悲天憫人之心啦。杜甫其實佢唔係咩高官啊，但係佢仍然都對呢個國家大事都好關注，因為佢嘅處境而有所喜憂咯。係啊，的確我都非常之欣賞一種民族情懷，即係悲天憫人啊，為國為民。透過史，我哋更加認識到詩，而透過詩亦都豐富咗對歷史嘅理解咯。咁有時我哋透過文學啦，透過時代背景去了解、感受呢種家國情懷。咁譬如咧，我哋讀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咧，就知道作為一個學生，究竟個學習係為咗啲乜嘢嘢咧？亦都咧感受到自己作為一個人、一個中國人嘅身份所在啊。常人喺古詩詞嘅世界裏面，家國情懷呢4個字好神奇地具體化、觸手可及。而當我聽到好似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浩傑呢啲詩句嗰陣時，我嘅內心都會為之震盪。我諗呢個就係課程存在嘅意義。古詩詞同埋形聯嘅教學，將家國情懷呢粒種子種喺每一位香港學生嘅心裏面。期待通過進一步嘅學習，呢粒種子可以發芽成長，開出更加燦爛嘅花。